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常常有主嘅愛在心中。今日嘅經文係哥林多前書13章13節，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這三樣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小故事講到，在一隻好冷嘅聖誕節嘅早晨，有隻細蚊仔彼得，老家嘅媽媽在一隻好乾溜嘅屋仔裏面，家境好貧窮，媽媽也因為薄病睡在床上。彼得非常愛家嘅媽媽，想在聖誕節送俾佢一對溫暖嘅孩子，因為家嘅舊鞋早已經好破爛去。彼得行落山裏面嘅商店，看到櫥櫃度一對好亮又溫暖嘅鞋仔，佢就鼓起勇氣問老闆：先生，我可以用我所有嘅零用錢買一對鞋嗎？彼得將自家存喺好久嘅硬幣放在櫃台上，但係好明顯嘅仍然唔夠。當老闆知道愛對鞋係愛送俾薄病嘅媽媽，老闆就講：細路哥，呢對鞋已經被別人買走了，但係佢愛我轉交俾你。彼得好驚訝嘅接過鞋仔，好歡喜嘅飛進酒莊入間，將鞋放在媽媽嘅床邊。媽媽嘅眼漫開眼睫，攬緊彼得講：呢冊係我收到嘅最美好嘅聖誕禮物，因為佢裝滿開愛。哎媽呀！彼得老媽媽一齊祈禱，感謝上帝。我哋一齊嚟默想，聖誕節係愛嘅節氣，真正嘅禮物唔係好貴嘅物品，而係發自內心嘅關懷和付出。上帝嘅愛透過我哋彼此嘅關懷傳遞，溫暖每一個需要嘅人。我哋一齊嚟禱告，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賜下主耶穌基督，讓我哋明白真正嘅愛和溫暖。求你幫助我哋擁有一隻大方和關懷嘅心，去愛身邊嘅人，關心佢哋身心靈嘅需要，將呢個愛和希望帶俾佢哋。願我哋出於愛心嘅行動，榮耀你嘅名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們。重溫今日嘅經文，哥林多前書13章13節，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這三樣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